本样收看客家名录学展，每日一项语新闻，为到祝福客家天时正18至8，加入共讲10团，客家备战会5月6日举办赠送仪式，希望客家天时为来伫共讲10团编辑之下，继续把将客家语言文化到全世界。去年共强天时8受总统过后，客委会将赠送嘅方式，老客家天时嘅竞争计算建出去送本公司基金会，也老过去21年来客家天时拼图产出嘅智慧财产权，老硬体系才能强下赠送。未来客家天时竞争会限下就此主线，每本台版嘅共强全部添出一台谱。副董事長表示，伫客家天時之突發嘅高昌地圖，感謝為客家文化貢獻當多嘅人，也深深感受到本身資金重大，未來客家天時會限下有主題性、獨特性，請令人正談客家族群老台灣社會嘅需要，製作表送限下到本日目主一件，壓縮都欣賞嘅內容。本大家理解韓國欣賞客家文化嘅精髓老優美，以上係客家名錄學展嘅報道。撒下對外教大家今本日嘅每日一項語就是天時，天時，機動中意看天時，機動中意看天時。你學過嗎？下禮拜講來了。